财政部南区国税局今年为了鼓励民众用手机用行动电话认证，以及采用税额试算来完成缴税，同款有机会抽大奖。31号上午，特地谢谢贵宾加媒体朋友的见证，公开公正用电脑抽出11个奖项，总共有1100得奖名额。总奖金高达78万5千块，其中第一抽头奖5万块，加第二抽头奖1万块的商品券，分别由嘉义县甲淡市北区的民众被抽到，相当好运。恭喜得奖的是台南市北区郑宇先生，好，恭喜郑先生，我们。最跟往年不一样的地方，当然是名额有增加。去年是998名的名额，今年有1110个名额。那当然，奖金也有增加一点点。我们今年抽奖的总奖额，奖金是78万5千元。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所以我们特别有推出手机报税。好，跟行动认证来完成网络申报，所以你只要是用手机报税或者是行动认证完成网络申报，还有用税额试算来回复确认申报的这2种人呢，我们加起来大概有将近85万件哈。那这些85万件呢，都可以参加第1重跟第2重的抽奖。那第3个不一样的就是，我们今年行动支付，你如果用行动支付去缴税的，还可以参加第3重的专属奖项500块。其实，趁疫情的时期，如何鼓励民众伫厝内报税，唔免来国税局，嘛达到安心防疫效果。而且今年申报总数87万外，对网络申报就有55万9千外件，甲去年比起来拢有提高比例。而且新增加手机报税嘛有17万外，显示民众已经一步一步摆脱纸本的申报。台南新闻，阮是何超邦采访报道。